你係咪成日都覺得好攰，又腰酸背痛、手腳冰冷、隻腳又有水腫問題呢？有冇諗過可能係因為幽靈血管所導致嘅？我哋人體就由好多血管組成，當中最幼細嘅就係微絲血管。正常嘅微絲血管係可以俾紅血球通過嘅，但係隨住年齡增長，呢啲微絲血管可能會變到更幼或者更窄，又或者係扭曲變形，導致紅血球冇辦法通過，即係會冇血到。咁雖然條血管仲喺度，但係因為佢已經發揮唔到本身嘅功能，即係運送氧氣同埋營養去俾周圍嘅細胞，就形同虛設，所以呢，就被稱為幽靈血管啦。咁幽靈血管究竟對我哋有咩影響呢？啱啱都講過啦，血液呢就係負責將氧氣同埋營養運送到全身各個器官同埋組織，同時又將細胞嘅代謝廢物帶走。如果身體有好多幽靈血管嘅話，手腳可能會出現冰冷、麻痹嘅情況，而且可能會甩多咗頭髮，出現禿頭嘅跡象。肌肉亦都有機會因為缺乏能量而感覺酸痛、無力等等。係咪冇諗過幽靈血管會對身體造成咁大嘅影響呢？咁點先可以預防或者改善幽靈血管呢？其實個關鍵就在於促進身體嘅微循環，即係微動脈、微絲血管同埋微靜脈之間嘅血液循環。咁一提起促進血液循環，相信大家都唔陌生㗎啦，就係做運動。做運動可以增強血管彈性，並且刺激新嘅微絲血管生成。但係如果你話太忙冇時間做運動，又或者話係年紀太大行動不便，一做運動就會膝頭痛，咁真係做唔到運動喎，咁點算呢？唔緊要，Mito-E5動能儀5幫到你。動能儀5集遠紅外線、溫灸、磁療、負離子、高壓靜電5大能量於一身，只需要撳一個掣就可以同時啟動佢哋。遠紅外線、溫灸、負離子就有助擴張微絲血管，促進血液循環，改善紅血球嘅氧氣運輸；而磁能、靜電理療就可以改善微絲血管靜脈端血液回流受阻嘅狀態，增強細胞活力，提升新陳代謝。咁我哋而家就可以睇下動能儀5對於改善血液循環嘅效果。我哋就會用呢一部微循環顯微鏡去睇下用家右手中指末梢嘅血液循環。之後呢，佢就會將左手放上動能儀5嗰度，睇下微循環有咩變化。而家呢，就係未用動能儀5之前，可以見到啲血呢都有流動嘅，不過呢就比較慢。咁而家呢，就將隻手放上動能儀5嗰度。可以見到呢幾條嘅血流呢係即刻快咗好多啊！見唔見到呢度啊？佢係真係喐得快咗超多。Mito-E5動能儀5其實真係好方便，無論你係喺屋企睇緊電視，定係喺 office 返緊工都可以用。你可以坐住佢、挨住佢或者搭喺上面。每日只需要用1個鐘就可以改善身體嘅狀況。大家可以 click 條 link 了解更多 Mito-E5動能儀5嘅好處。